次呢個展覽咧就係由我哋資深手機攝影導師 William Sum 啦親自策劃嘅一個展覽，就係以全民攝影去做主題嘅。咁呢個展覽咧就結合咗總共有101位啦嚟自社會各界嘅香港攝影愛好者嘅作品，就係透過佢哋唔同嘅鏡頭啦、唔同嘅角度啦，希望可以展現出俾大家睇唔同嘅面貌同埋人情味嘅。有呢攝影展嘅機會咧，我覺得係俾自己一個挑戰同埋一個進步咯。其實只要有心去學咧，就可以有進步噶啦。咁所以今次我就係一起參加咯，希望可以俾更多人睇到手機攝影嘅無限可能，即係我哋都可以影到呢啲好似大機影嘅相咁樣。今次搞呢個攝影展咧，係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咧可以認識到手機攝影，所以我專登咧就集合咗超過100個人喺同一個地方去展示佢哋嘅作品，而全部都係用手機影，亦都係影香港嘅。咁其實成個目標都希望令到人哋覺得，其實手機攝影唔係一個好高門檻嘅嘢。